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秋，此有秋，读第一条。读秋这是读鼻音，秋的意思就是喙口的毛，咱讲喙秋。若是规个喙皮拢发喙秋，咱讲胡秋。另外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日秋，亲像是喙秋共款长长的物件，咱嘛讲是秋。像讲游戏丝，也就是游戏秋做的。日头光，咱讲是日秋；啊，若是线形较细形的，咱嘛讲秋。像讲喙烂有喙秋，也佫有烂秋。另外，落蒙蒙啊雨，咱讲是雨秋；海涌喷起来水花，咱讲是涌秋。另外，佫有鸡仔淹水，咱讲是鸡仔秋。这个文音读做书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美秋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无想要互人注意到，或者是无想要搁再加讲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唱秋。另外，美秋嘛当讲是囡仔要哭的形。第二个词读做游戏手，咱中文讲的触手，也就是游戏的骹甲手做的四手啊，就是游戏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个性本地就真美手，前甲呾拢毋捌听对讲到，因兜是咧做海产事业，专门提供游戏手，互全台湾上界大生产游戏丝的四手啊公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手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书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